着起床，7早8早着出门，透风落雨也无份，拢是为着要过三顿。一家有4、5个，一个在做工课，赚钱是无偌多，日子有较歹过，不管路途远也近。家家户户甲探问，歹当久声哪有剩？量吉约来嘛要予阮，若是有人真多，生活是无稳定。虽然钱无偌多，日子犹原也是会得过。实在是真快乐，无像有一款表面上真好业，事实伊的厝内不管是在欠钱，有时甲人借钱来过日子，有时拢甲嘛面反钱。就敢若通袂无，就敢若通袂无，就敢若通袂无。就敢若通袂无，就敢若通袂无，就敢若通袂无，就敢若通袂无。也要天光着起床，7早8早着出门，透风落